经历了2019至2020年演出季，我们百感交集。这期间我们举办了多场艺术表演，每次表演都被人们发自内心的热情掌声和大量的鲜花所簇拥，祝贺、赞美之词不绝于耳。然而当我们踩着春节前夜的时钟归来时，却和全世界人民一道经受了新冠疫情最为严峻的考验。新冠病毒无情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音乐厅按下了暂停键，我们的排练厅也悄悄关上了大门。我们的音乐家们在那些居家隔离的日日夜夜，加倍感受到了生命之脆弱，体验到了孤独与寂寞惨痛的代价。当我们眼见那些抗疫英雄每天奋战在第一线时，我们意识到音乐的软弱无力。然而当亿万人以隔离的方式体现责任感时，我们却发现了音乐的力量是如此的不同凡响。音乐是挡不住的情感河流，音乐是孤寂忧伤中的生命甘泉。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冲破羁绊，通过互联网平台以云播出的方式豪迈奏响了英雄的交响曲。在世界数十个直播平台播出的第一场云上音乐会就有超过几十万的点击量。此后一场比一场精彩，一场比一场更加受到欢迎。当我们伴着肃风春寒送走了满地落叶时，我们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演出季，2020至2021乐季。无疑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乐季，因为庚子年留给我们的记忆太深。由于我们对艺术的深深情怀，我们梅拉诺文化演艺又将注入新鲜血液和豪迈情怀。正是带着这样一种雄心与激情，我们拉开了新的音乐季的帷幕。音乐季开幕式上，我们将欣赏到由历届上海民族乐团管弦乐队首席所组成，中国各大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国家级艺术团体的独奏家，以及美国中华国乐团的乐队首席和独奏演员，为观众们带来的2021国乐盛典新年音乐会二胡专场。无论今年如何历经苦难，2021还有更多期许在等待着我们。在这时间交替之际，我们特别制作了一场音乐盛宴，春暖花开元旦新年音乐会，呈现给海内外的观众，为您一年风尘，去拥抱更好的明天。每年的莺飞龙腾新年新春音乐会一直是最受观众拥戴的节日盛典，今年仍然由梅拉诺文化演艺和英龙传媒再次激情携手，这是献给广大海内外观众的喜庆盛宴。让我们一起步入音乐的海洋，享受拥有音乐的生活，享受梅拉诺第5新乐季的每一场演出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导演刘伟。在2020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一年里，我们携手抗疫，并肩同行。这一年让我们对生命和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珍惜。如今2021年即将到来，那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之际，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特别准备了一场音乐盛宴——春暖花开元旦新年音乐会，来呈现给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慰藉您一年风尘，去拥抱美好的明天。作为本次音乐会的艺术总监，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次音乐会中的独奏艺术家的豪华阵容。
这里有唢呐演奏家左翼伟、刘文文，笛子演奏家钱军，打击乐演奏家周乐嘉，古筝演奏家罗京，琵琶演奏家曹越，二胡演奏家段皑皑、徐慧，京胡演奏家杨健，越剧主胡陈新章，美国中华国乐团6位琵琶演奏家马梅耶等都将进行非常精彩的表演。那青年歌星、越剧新秀和青年演奏员都是当今乐坛上的耀眼的新星，而力推新人正是梅拉诺始终坚持的作风。那音乐会里面，大家将会看到这些绰约风姿的表演艺术家们，他们是京剧名家郭文华、舞蹈表演艺术家王媛媛、歌唱家盛梅、越剧名家王亚梅和王派杰出弟子乌素斐，还有青年优秀的演员们，他们是女高音歌唱家杨紫萍、越剧优秀演员张子清、越剧新秀张春娜，他们都将会为大家来带来独具魅力的精彩演绎。朋友们，同时春暖花开元旦新年音乐会还将在美国梅拉诺 YouTube 频道上隆重播出，届时美国中文网、美国中文电视 App 以及美国中文电视台63.3数字频道和73电视频道都将进行播出，同时还会在60项爱奇艺等专业直播平台来进行全球的直播。您可以实时观看到更多精彩的音乐演出。梅拉诺文化演艺2021春暖花开元旦新年音乐会还得到了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支持与指导，在此特别鸣谢。寒冬虽冷，内心向暖，期待2021春暖花开终会来到。预祝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春暖花开2021新年音乐会取得圆满成功，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如意。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时光的车轮又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2020年就要过去了，回望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不知所措。新冠病毒无情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音乐厅按下了暂停键，我们的排练厅也悄悄地关上了大门。然而，当我们以隔离的方式体现责任感的时候，却发现了音乐的力量是如此的不同凡响。音乐是挡不住的情感河流，音乐是孤寂忧伤中的生命甘泉。正是带着这样一种雄心与激情，在时间交替之际，梅拉诺文化演艺特别制作了一场音乐盛宴——春暖花开元旦新年音乐会，呈现给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相信每个人还是想要在2020最后的时间里有一个温馨且美满的落幕。让我们在美国中华国乐团为我们奏响的春节序曲声中，一起迎接春暖花开。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我们在经历着一场生存的挑战。突如其来的病毒打破了我们以往平静的生活，也让我们带来了对自然的思考。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觉得平静的生活是多么的值得珍惜。今天我们以舞蹈的方式，对无数因此逝去的生命表达哀思，以及对自然和生命的敬意。这支舞是我带领舞者们在各自不同的城市、家里、院子、街道和空无一人的交通工具里，以接龙的方式完成的。我希望我们可以由此看到舞者传递出的爱。在此，我代表北京当代芭蕾舞团，仅以这支舞献给全世界在疫情中逝去的生命，以及为疫情努力付出的人们。我希望我们可以用舞蹈传递出爱，传递出对你的牵挂。
《春江花月夜》是中国古典音乐名曲中的名曲，是中国古典音乐经典中的经典。这是一首典雅优美的抒情乐曲，它宛如一幅山水画卷，把春天静谧的夜晚，月亮在东山升起，小舟在江面荡漾，花影在西岸轻轻摇曳的大自然迷人的景色，一幕幕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待到云开雾散，拥抱春暖花开，我们便可以尽情地欣赏月夜春江的迷人景色和江南水乡的风姿意态。
上岸，已2月有余。只见老爷坐着愁眉不转，茶饭不思，心里甚是不安。苍天啊，苍天！一直清香，
给一枚青山做一曲，再绣上一排繁花似锦，醉人的风光四季如春。层层挂青青问，浅浅的海望，白岛之城万千神韵，白云珠海
林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是天间称心，满意的是
戏曲是中华文化和传统艺术的一颗明珠，历经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和艺术传承。中国戏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范式，在人类艺术宝库中独放异彩，不仅代表着古老的中国文化达到的文明高度，也彰显着中国人民伟大的艺术创造和艺术想象的精神魅力。它是中华民族的文明骄傲和艺术自豪。戏曲艺术、戏曲音乐更是新年音乐会必不可少的精彩瞬间。
从日盼君不归，原以为离愁别绪终有期。盼只盼牛郎织女恰相会。有才子就闻别了天心愁，母亲欲将我终身配，我与你还是三门情意重，生死相共永相随。
播种希望，才能收获理想，才能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就让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为你一年丰程，去拥抱更美好的明天。一片冬。
妙嘲讽，那热情欢快的旋律，唤起了人们对黑夜消退、曙光出现时大自然的生动景象的热爱。有莺歌燕舞，有鸟语花香，一派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景象。你能听到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能感受到活泼粗犷的生活气息。冬天已然结束，春天已经来临。
论2020年如何的历经苦难，2021还有更多的期许在等待着我们。感谢您和我们一起献上贺岁，但愿春暖花开元旦新年音乐会为您的一年画上最圆满的句号。在此祝福大家新年快乐！